罪过都要改了。譬如我不持戒，我进了打妄想，这个欲心太重了，我这都是业障，俺们要忏悔，要真正生忏悔心，要在佛前改过自新，不要叩一个头说佛呀，你保佑着我多一点desire喽，佛呀，你保佑我的快一点还虚喽。你这样子呢，怎么会忏悔业障呢？你一边那是拜忏，一边想你那个男朋友一边拜忏一边想自己女朋友，这怎么样可以忏悔业障呢？这就不能忏悔业障。你要这个第8种要忏悔业障，就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要过去的这种污浊邋遢这种思想都要把它洗干净了，这叫忏悔业障。9者